思想呢，是甲人呢，要得到是甲心中的爱啊，是甲得到满足，是甲欢喜，是甲快乐。你心中的愛買，你得到買是甲只有錢歡喜、錢快樂，因為是甲心中的愛嘅。但係我嘅上帝嘅見節高八節家，所以呢個詩篇37第4節樣講到，因為到上帝是甲歡喜，是甲快樂，然後佢講，所以佢本是甲心中的你愛嘅。意思個咪？愛生歡喜在上帝裏面。因為到生歡喜在上帝裏面，然後上帝本你祝福你，你心中裏你愛嘛嘅嘢，嗱對10分鐘人間，這個思想間，這個人上啊，愛生得到，這個有歡喜有快樂，但係上帝裏面生歡喜在上帝裏面，然後上帝祝福你，你心中都裏愛嘅。嗱，詩篇記37第5節樣講，交出隆重一個身份，一個生命本上帝，然後相信佢，佢會給你同在，佢會照顧你，佢會給你行同。意思嘛計，這個嘅身份生命，當然咁多問題，咁多煩惱。咁多各樣之間係對付嘅，即係交出本機，交出本機意思係講即係依靠佢，佢為家通才，佢為看待自家，佢為祝福自家，然後自家然後得到心理嘅方面。嗱，這樣人上帝教把自家生歡喜在上帝裏面，然後佢為祝福在你心中裏你愛嘅，自家得到一個滿足。生歡喜因為到上帝，唔係生得到將歡喜，因為到乜嘅？而家冇得到講，而家冇得到歡喜緊，但係在上帝裏面，你生歡喜在上帝裏面，上帝祝福而家心中的愛嘅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